大家好，今日我哋要討論嘅係一個同我哋日常息息相關嘅問題，就係點樣睇嘅食物標籤嚟到增進我哋健康。我哋個內容會係首先講講乜嘢係食物標籤，佢包含咗啲咩資料，另外就係國際食物標準喺食物標籤嘅角色，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會講點樣去善用呢啲食物嘅標籤。最後我哋俾出個結語，同埋俾一啲初步接觸食物標籤嘅人一啲建議，點樣善用佢。我哋而家開始，首先講咩係食物標籤。咁喺日常生活裏邊咧，我哋面對咁多嘅食物包裝咧，其實無論個包裝點樣吸引人都好啦，真正同埋健康息息相關嘅，並唔係嗰啲廣告字眼，而係真真正正嘅食物標籤嘅資料。佢唔單止係法律要求一部分，更係每一個消費者保護自己、保護家人、選擇適合食物嘅關鍵工具。食物標籤所呈現嘅資料咧，包括咗呢個營養表、成分表、過敏原啊、份量啊、有效日期同埋各種嘅唔同嘅食物嘅稱名。咁通過呢啲資料咧，我哋可以直觀咁樣全面咁睇到呢個食物嘅本質，咁就唔會落入呢啲廣告嘅陷阱。譬如話好多食物會唔會以低脂啊、無添加啊、高纖啊，咁呢啲字眼咧其實有啲模糊嘅，佢唔一定代表健康嘅。例如低脂，佢可以好多糖分嘅，即係佢只係話即係少脂肪嘅啫。咁而有啲叫做冇添加糖，但其實可能雖然冇添加糖，但係添加咗其他嘅人工化學品。咁所以咧，真正嘅內容咧係要經過睇呢個食物標籤先至可以認識嘅。咁食物標籤咧可以係好多唔同嘅語言，咁但係佢哋嘅內容咧都係大致一致，因為有呢個國際標準。佢嘅目的十分簡單，咁就係話協助消費者清楚知道自己食落去嘅係啲乜嘢。隨住呢個飲食相關嘅疾病，例如肥胖啊、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咁越嚟越普遍啦。咁食物標籤嘅重要性咧，亦都迅速咁提高。咁特別係對於一啲譬如話過敏嘅患者，或者需要控制飲食嘅族群嚟講咧，咁呢啲其實越嚟越多嘅喺呢個世界嗰度。咁呢啲好似簡單嘅資訊咧，係可以咁直接咁影響到佢哋嘅健康同埋生命安全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掌握自己嘅生命、掌握自己嘅健康咧，咁呢個睇食物標籤咧係一個好簡單，但係亦都好重要嘅一環。咁佢個內容包含咩數字咧？最核心嘅內容就係叫營養標籤，佢通常係呢個表格嘅形式，顯示出一啲熱量啊、蛋白質含量啊、脂肪。咁脂肪咧會包括呢個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因為嗰啲係好緊要。碳水化合物、糖、膳食纖維、鈉同埋其他嘅維生素同埋呢個礦物質等等。咁呢個數據咧就可以令到呢個消費者咧可以睇到嗰啲食物究竟適唔適合佢哋自己嘅健康要求。除咗營養標籤之外咧，另外一個重要嘅就係叫成分表。咁大致上嚟講咧，成分表咧會根據原材料嘅重量由高至低排列嘅，咁令到我哋知道咧呢啲食物嘅主要嘅構成係啲乜嘢。咁如果你見到呢個糖啊、鹽啊、油啊咁咧，就擺喺呢個嘅即係成分表嘅前邊咧，咁顯示嗰啲食物咧可能並唔係話想像中睇到咁健康。咁當然啦，有啲更加重要嘅就係譬如話過敏原，咁就譬如話花生啊、牛奶啊、小麥啊、雞蛋啊、大豆等樣咧，呢啲比較普遍嘅過敏嘅原咧，如果未人列明咧，就會做一個嚴重嘅健康影響嘅。咁所以咧，食物標籤喺呢度咧，就可以好清晰咁樣令到嗰啲過敏嘅人士可以好容易咁作出一個選擇。咁另外咧嗱，佢所列出嚟嘅添加物咧，亦都係幫助你揾到你所關注嘅，例如防腐劑啊、乳化劑啊等嘅資料，令到你作出自己嘅決定。咁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資料咧，大家都睇到嘅就係食物標籤裏嘅所謂嘅 serving size。呢個係個最容易俾人忽略，但係非常之容易影響我哋健康嘅一個資料嚟嘅。咁咩叫一份？因為其實就可能係30個 gram 啊、50 gram、150 gram 咁樣。咁所以大家咧有時咧就可能會注意到有啲零食，佢雖然睇起上嚟你個食物唔高，但係原來發覺佢嘅一份咧可能只係一個包裝裏嘅1/3。佢一包嘅零食已經有3份。咁所以如果成包食晒嘅話咧，實際上你攝嘅熱量咧就會係標示嘅3倍嚟嘅。咁要提醒我哋理解份量呢個 serving size 咧係讀到呢個食物標籤嘅關鍵之一。當然啦，有啲咧而家咧通常咧就唔係用一份，而係用100個 gram 嘅。但係咁咧，你又要注意翻，究竟我每一次食嘅時候，我係食幾多個 gram？因為咁你先至可以個準確咁判斷。所以無論點都好咧，呢個serving size 呢個一份呢個份量咧就一定要注意。咁另外咧，食物標籤咧都有其他嘅資料嘅，譬如話有效日期啊、保存方法啊，同埋各種嘅營養同埋健康稱稱嘅。咁譬如話有啲咧就會即係講係話有機啊、非基因改造啊、
甚至乎有啲人話清真啊、猶太認證啊咁樣啦，就可以幫助呢個消費者咧，根據個人嘅信仰同埋價值觀咧，選擇合適嘅食物。好啦，我哋而家講講呢個國際食物標準喺食物標籤嘅角色同埋佢個數據嘅來源。嗱，食物標籤咧唔係話任意設計，即係唔係話個廠家自己想做乜就做乜嘅，而係基於呢個國際同埋國家層面嘅標準。最重要嘅就係世界衛生組織同埋聯合國糧農組織，佢制定一個叫做國際食品法典。咁好多個國家咧都係用呢啲嘅標準咧，就納入佢哋嘅法規裏邊，令到呢個食物標籤咧就有更加好嘅通用性、呢個全球性、科學性同埋可信程度。咁但係食物標籤上邊嘅數值點嚟咧？咁樣即係譬如話佢有幾多熱量啦，咁佢點計出嚟嘅咁樣？第一部分咧就來自實驗室嘅分析嘅，佢哋會分析呢個蛋白質、脂肪啊、微元素啊咁嘅各種嘅科學分析嚟出到個結果。但係另一部分咧就係根據呢個營養成分表嘅資料庫進行呢個計算嘅，特別係食物嘅即係組成、固定、加工嘅過程比較一致嘅話咧，呢個亦都可以好有效咁樣評估到呢個食物嘅營養值嘅。咁另外咧，全球咧亦都用一啲即係標準化嘅計算方式，譬如話每一克嘅脂肪，每一 gram 嘅脂肪就有呢個9嘅卡路里，每一克嘅蛋白質同埋碳水化合物咧就有4個卡路里咁樣啦。咁當然對於一啲鮮連食品，譬如話蔬菜啊、肉類咧，因為自然嘅變化咧，咁呢個都係平均值嚟嘅。咁而各個國家咧嘅法規咧，亦都容許一定嘅差誤嘅程度。咁喺好多國家，譬如話美國、加拿大咁樣啦，法規咧就容許呢個食物嘅營養標籤嘅實際含量同埋標誌之間咧，大概有加減20% 嘅差誤，即係有2成嘅差誤範圍。咁亦都好多即係坊間嘅研究顯示咧，好多嘅食物嗰個營養值咧，通常嘅落差咧都係15% 度之內嘅。咁亦都係即係喺呢個容許嘅範圍之內啦。咁所以大家簡單嚟講就可以就話，即係呢一個佢哋嗰個誤差咧，大概係呢個有20%，即係話佢哋應該至少有80準。另外咧，法規亦都會容許咧呢個四捨五入嘅制度，啲微量數字咧可能會四捨五入，甚至乎即係如果係少嘅話咧，就會變成零。咁所以呢個就要小心。譬如話反式脂肪0個 gram 咁樣啦，其實唔一定佢係冇反式脂肪，可能仲有微量四捨五入之後變成零，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呢樣嘢。所以我哋要參考呢個營養標籤咧，就唔需要太過緊張。大概佢準確，咁呢個就係標準啦。好似頭先講，你可以當佢至少有80準，咁就已經係足夠，而唔係一啲非常非常精密嘅數據。所以唔好話一種食物多過另一個食物2%，咁就好緊張咁樣啊。因為呢個可能係只係一個誤差範圍之內嘅。好啦，而家最緊要嘅咧，我哋講講究竟點樣善用食物標籤。咁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佢可以幫助我哋做出更健康嘅選擇。嗱，首先嗱，佢咧就令到呢個兩種食物嘅比較咧好輕鬆。你買嘢嘅時候咧，可以好快咁樣比較兩種唔同品牌嘅不同嘅含量，例如糖含量、脂肪含量、鈉含量等。譬如話兩隻嘅早餐嘅谷片咁樣啦，一隻嘅牌子咧可能有20% 嘅糖，但係另一隻咧可能完全冇糖嘅。咁呢啲嘅差異咧，其實你睇個樣咧係睇唔到嘅，你只可以透過食物標籤先可以輕易睇出嘅。咁另外咧，食物標籤咧就有助於控制呢個糖嘅攝入啦。過去幾十年咧，含糖飲料同埋加工食物咧導致嘅健康問題咧就備受關注。所以睇呢個成分表上，如果你見到有好多麥芽糖啊、果糖啊、葡萄糖啊、玉米糖漿啊，咁啲唔同嘅成分字眼咧，嗰啲都係添加糖。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特別注意。當然啦，就唔係淨係添加糖嘅，天然糖都要小心。咁譬如話有一種嘅有機波板糖啦，佢有60%嘅重量咧係糖嚟嘅，所以就算係天然糖都好啦，你食得太多咧對身體都唔係太有益嘅。咁大家要小心選擇。另外咧就食物標籤亦都可以幫助我哋管理呢個脂肪同埋鈉嘅含量。咁特別係反式脂肪同埋呢個飽和脂肪咧，咁都會咧就係令到呢個心血管嘅疾病嘅風險咧增加嘅。而鈉嘅含量咧，亦都係同呢個高血壓有關嘅。所以透過食物標籤咧，我哋就可以咧就控制呢啲含量。另外咧，就食物標籤咧，對一啲有特殊飲食需要嘅人咧就非常重要。糖尿病嘅病者可以注意呢個碳水化合物同埋糖，腎病嘅病患者就特別注意蛋白質、鈉同埋呢個鉀嘅問題。而過敏人士咧，就當然咧就要確定佢哋嘅特定嘅過敏致敏元素。另外，佢都係一個體重管理嘅優秀工具嚟嘅。咁你可以掌握到嘅熱量啊、成分啊。同埋呢個份量嘅大小啊，幫助你控制體重，保持呢個營養平衡。
最後咧，食物標籤咧令我哋可以解決好多呢個宣傳嘅迷思嘅，譬如話高糖嘅低脂飲品啊，或者好多添加劑嘅無糖蛋糕啊，咁令到我哋更加清楚知道啲食物嘅健康程度係啲乜嘢。好啦，咁啊，綜合嘅結語咧就係話，由理解嘅食物標籤開始咧，我哋即可以打造呢個自己更加健康嘅生活方式嘅。咁食物標籤嘅存在咧，唔係為咗話即係宣傳啊或者其他作用，而係為咗我哋能夠更加透明、客觀咁樣了解自己食嘅係啲乜嘢。佢唔單止可以幫助我哋避免呢個危險成分，仲幫助我哋改變習慣、管理健康、提高生活質素。最後係俾一啲初步接觸食物標籤名嘅建議。咁就食物標籤太多功能啦，幫助你控制熱量、脂肪、糖等等等等。可能會對初學者比較混亂，所以最好咧就係你首先集中關注一個數據。例如熱量咧就比較最簡單嘅。咁啊，另外就脂肪同埋糖都係可以一個好好開始。咁令到呢個即係讀者可以自己咧就好快咁樣逐步影響成睇唔同嘅食物標籤嘅習慣。咁然後你慢慢先去增加睇埋其他嘅資料，咁咧就會更加容易嘅。咁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方法咧有個好處，但係又唔應該過度依賴嘅。咁咧就讀食物標籤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養成自己利用科學方法嚟改善自己生活嘅例子。咁喺呢個好有充足甚至乎爆棚資訊嘅年代啦，咁資訊非常混亂，食物標籤咧就提供咗啲真實嘅數據，咁咧更加重要啦。咁你只要花多我哋幾秒鐘嘅時間，每一次睇個食物標籤咧，嚟做一啲比較咧，咁你就可以喺呢個不知不覺之間咧，做出咗一啲更加聰明、更加健康嘅決定。好啦，由今日開始，希望大家都可以將呢個睇呢個食物標籤咧，變成生活嘅一個習慣，為自己嘅健康負責，亦都為咗自己同埋家人咧，可以做出更安全、更加有智慧嘅食物嘅選擇。好啦，今日嘅討論咧就到呢度結束。多謝各位，下次我哋會討論另一個問題，就係青色嘅謎團。究竟青色嗰啲咩顏色咧？原來青色咧可以係綠，可以係藍，可以係黑，或者係其他顏色。咁我哋會詳細講解呢個問題。下次再見，拜拜。